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烟黄，台语安尼写烟黄。华语的烟花、目睭花，也就是目晕、目睭看袂清楚，台语讲烟黄。我的目睭起烟黄，甲哥哥看做弟弟咯。啊，人是要举办排舞比赛，毋是排球比赛。你看了烟黄去。台语教典的举例，人若有血，目睭就烟黄；伊贫血，目睭起烟黄。啊，若是视力模糊，看不清楚，台语讲触目。你是触目眩，混鸟看做放假。触是形容目睭因为看袂清楚，面做一条线，像讲触触。歹势，请原谅，我目睭触触看无明，甲你的大名念着去。回头讲烟黄的烟，烟肠、香肠是指字烟，烟仔鱼、煎鱼嘛是指字烟。啊，有一句俗语，鸡屎落土嘛有3寸烟，就参上无价值的鸡屎放出来放落土的时阵，拢会呛3寸的烟雾。人的志气哪会当不如鸡屎呢？这句俗语就是咧讲，人爱有志气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烟黄实在真趣味。